风台扫过哦，早起宜兰的风雨嘛是真大，也毋过是共款爱正常上班上课，所以有一寡早起送囡仔去学校的家长哦是真怨叹。另外，南澳山区碧校顶小学、有幼儿园甲南澳高中有9间学校，是因为风雨上过大，有交通的问题哦，因得家己宣布停班停课。 赛车送囡仔上课，雨路啊拢愈袂清，会当知影风雨真大。受花甲山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全国部分县市宣布停班课。宜兰风雨也袂细，也毋过因为无伫警戒范围内，无宣布停班课，影响袂少接送囡仔上下课的家长。小朋友来上学，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哦。对。刚刚又骑山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啊，很蛮大的。呵呵，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带小朋友上学这样有点危险？会啊，但是开车就还好。 有家长不满这款的风雨无停班课，真正真危险。落车的时，雨伞拢开花啊！就其县政府的应变能力，宜兰的风雨除了平地大，山区搁较大，也有交通中断的记录。 南澳北溪溪水涨起来，都惊雨势搁大，溪水会冲击山区道路。宜兰山区学校包括南澳碧校顶小学、幼儿园甲南澳高中有9间学校，第3赛季临时自行宣布停班课，要避免学生上课受风雨也是交通中断的影响。宜兰县府9点起应风雨3级开设。那我们也持续的掌握中央气象局的预报，包括风力跟雨量。 也没有达到停班课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都还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局处包括像水质处对于水的一个处理，交通处对于交通以及道路的处理。县政府表示，根据中央气象署报，依然无特定警戒区，风力甲雨量也拢无达到停班课的标准。也毋过各机关会继续联系，做好应用措施，依照停电灾害停班课规定，社区会当以风雨状况来决定敢是停班课。县政府拢伫第一时间甲学校关心掌握，也继续警戒原来风灾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